行政院会通过4100亿个特别条例草案，被送去立法院审议。不过在野就质疑讲，这其中有60%是甲关税冲击无关系，嘛强调无同意半部予台电。因为行政院长倒因开始表示讲，这半部予台电，就是希望要来帮助物价会当稳定，伊日白会亲身去到立法院来拜会，说明预算的内容。 请各党团在下礼拜1的时间，能够容许有时间，我会亲自到各党团去做说明，拜托，希望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通过特别条例。倒英太强调会亲身到立法院各党团详细说明特别预算的内容，其就是行政议会通过4100亿特别条例，不过在野批评60%甲关税冲击无关系，佮质疑发布台电1000亿，只好比3条预算佮恢复。不过倒英太回应，要做台电是要帮助稳定物价。产业界都希望今年不要再调涨任何的电价。如果这个时候能够让台电有1000亿的挹注，有助于未来电价审议委员会在审议的时候，让电价能够趋于稳定。那被党团拢表态无同意半部台电，那也佫表示应该爱破坏现金。民进党团是认为，这摆特别条例财源是土钱所用税计存的，各全方面照顾民生甲产业甲国家发展。除了扣掉劳健保的部分，要给这个普发1万块绰绰有余啊！那台电的1000亿啊，要可以讨论，除非他承诺要用核电。 除了短期的、眼前的因应关税的冲击，更有中长程协助支持产业来转型，所以这是一个 all in one 的特别条例。 郭楚阳强调，半部台电就是回应在野党各民生的诉求，呼吁调野党该支持。因为特别条例当中，农业部编的预算180亿，用在对比输出有直接或者是间接影响的产业。不过因为关税还无确定，农业部长陈俊贵表示，未来若大幅度的调整，会依照定数向行政院争取更较侪经费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